各位朋友你好，今日阿 Ken 就同大家傾下偈啦。咁早前見到宏福苑嘅聽證會進入尾聲，咁亦都有啲傳媒咧揾到涉事嘅保險公司有關於大廈維修、大廈保險嘅資訊資料，咁都相當之複雜。咁作為業界嘅人咧，雖然我唔係做嗰方面嘅專業，咁但係都睇到雙方無論係業主啦或者保險公司啦，喺各方面咧都有唔同嘅講返裏邊嘅難處同埋內容。咁今日咧就唔係喺度解釋保單嘅內容，但係都俾大家去了解一下成個保險嘅運作係點樣樣。咁有傳媒揾到咧，就係當日其實咧想投保咧係做過10間公司去問過佢哋攞報價，同埋睇下有冇人願意承擔呢一個風險嘅。咁而最後咧都只有1間保險公司有回應。咁而收嘅保費咧大概係16萬1年，保2年。咁最尾咧就可以有20億嘅最高保額。咁先唔好睇最尾呢一個賠償究竟足唔足夠，又或者係最尾係點樣去裁決。不過阿 Ken 今日想同大家用另外一個角度去睇下，就係原來保險嘅運作係咁樣樣嘅。試諗下咧，喺個保單條款，咁我用汽車保險作為嘅例子，咁我哋汽車保險買咗，當然係希望保障萬一發生意外啦，令到有行人啦，或者係政府嘅財物，譬如路邊啲牌、路邊嗰啲嘅圍欄爛咗，甚至有唔同嘅人嘅私人財物，譬如人哋嘅車、人哋嘅生命受到威脅影響嘅時候作出賠償嘅。咁所以喺汽車保險呢一個環節裏邊咧，都會有一個條文叫做 guarantee 或者係 warranty 呢啲咁樣嘅字眼，即係叫保證或者係必須有做咗呢啲嘢咧，保單先生效嘅。咁其中一個例子咧，假設嘅啫，就係一架車行咗出街，其實佢個轆係有問題嘅，佢個 brake 係有問題嘅，佢冇燈嘅，架車咧行下咧係會甩嚟，嗰啲嘅零件會彈到周圍都係，令到啲人受傷嘅。咁就算佢買一個保險，俾足保費，咁佢發生嘅呢啲事，如果個司機係咁唔負責任，咁試問下保險公司喺一個法律嘅層面上邊，一個合約嘅裏邊，又應唔應該為佢咁樣嘅魯莽行為，又或者係甩嚟啲嘢彈出嚟撞親人、整親人，或者控制唔到架車發生意外而負責呢？咁大家可以開放地去諗下呢個情況。咁當然你話咁如果個司機都唔知喎，或者個司機邊有呢個專業去判斷啊咁所以就需要一啲專業嘅人士啦、團體啦，又或者係一啲運輸署驗車各方面去發揮中間一個評核嘅作用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明白咗一個一般保險，我哋叫 general insurance 啦，咁車險係其中一個。咁其實水火險、大廈嘅保險都係呢一個概念作為一個基礎延伸上去。咁當然嘅財物係會更加嚴重啊、貴重啊、大啊、複雜啊。咁呢啲嘅條文就會更多、更細節啦。咁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咗一個咁樣嘅概念去睇保單嘅話呢，唔知大家會唔會覺得而家就係知道有呢啲咁樣嘅條文條款，咁所以我唔信保險啦，或者我覺得保險呢一個環節咧相當之複雜，就令到你離開保險呢個保障嘅諗法呢。咁但係試諗下，亦都有好多人其實係做足晒所有嘅功夫，亦都喺當中咧受到保險嘅保障喎。咁佢又發揮咗一個乜嘢嘅作用喺呢個社會裏邊呢？咁我哋可以開放討論一下。咁今日講住咁多先，下次再見。